欢迎来到喵王国。有够水的皮卡，到底是啥寄来的？今仔日是报道的上尾天，照地图来看，应该是为遮行无毋对。好亲像伫要到位啊！哇！啊！这条批敢真正是要互我的？我真正要到遮尔水的所在做工课哦！哎，毋过像我安尼，毋是踏着珍珠批跋倒，就是倒粪扫的时阵，粪扫袋会去互搞破，会互熊熊出现的鸟仔咬。像我安尼，敢真正会用呢？我当安尼，哪会使要开始就先放弃咧？总共一句，先入声看卖咧。这敢毋是壁？啥物？敢讲规个喵王国拢是画出来的？人画足久才画好的壁画啦！真歹势，因为实在是伤神啊，无说你煞去弄着，实在真是嘞。无要紧啦，无着伤就好啊。毋过你的面，咱画足久的宣传壁画，是啥要安怎啦？迄落，有啊，我收到啊！安尼有影赞。你看，安尼就无问题啊，娘。啥？这个亲像是观光地区的广告。对啊，这面壁画是阮的宫廷画术仪啦，为着要提升国内观光业，专工画的宣传壁画哦。观光业，宣传壁画。是啊，国库伫要空啊，爱想办法增加搁较济观光收入才会使。伫庙的世界生活嘛是真无简单呢。毋过敢若毋捌看过你哦，是拄搬来的哦。请看。哇，你就是迄个传说中的小说家阿弟是吧？阿弟你好，我号做南喵，是喵王国建设画师，请多多指教哦。多谢。阿弟，遐就是去喵王国的入口哦。敢是遐？对啊，就是这就是去喵王国的近路。这条路真少民众知影，普通时猫仔较袂惊这，而且这无条底用，所以有淡薄拗句。较细粒的，遐有蜘蛛网哦。免惊，随到出口哦。张，欢迎来到喵王国。你好，头家这偌济钱？今仔日就算你较俗诶，免钱。我甲你保证，这个绝对比椰子汁搁较好啉。要提互公啉哦。你好，南喵。你好，今仔日天气真好哦。阿弟，
你拄则看到的是女神像喷水池，苗王国传说讲，只要信心甲下关，愿望就会当实现咯。安尼哦，有真侪民众拢会来这等金甲下关。迄边迄个是公告栏，大港王国的信息拢会公布伫顶悬。那喵，请问一下，伫天顶迄个是啥？哦，迄个是魔法团上招，是一个足厉害的魔法师大人发明的哦，娘。哦，团上招。只要利用团上招，就会当随飞去无同的国家甲转头哦。有够赞的发明，若是我住的所在，嘛有团上招，我就毋免行遐侪工啊。啊，毋过有一件代志。哦。拄则妹夫讲的，就是伫团上桥附近，特别细腻哦。因为这附近有足侪为世界各地来的旅客啦。我以后也是乖乖用脚行就好啊。阿弟，你看，连面就到王宫啊！王宫到了，喵。哦。这道壁画敢讲是？阿弟有发现无？这面壁画就是阮苗王国出世的故事哦。伫阿典大陆住一顶高水的苗族，有一天，黑暗势力甲原本平静的生活改变啊。这个时阵，三只猫仔用3大神器拍赢怪物，为着维护和平，手举草架的苗英雄伫树林仔建立苗王国。这个故事为细汉读到大汉，真正互人足感动的。那喵嘛真介意。那喵的工课是啥物？我即马搁咧实习啦，甲王国的民众画图啊。那喵，请问迄个是啥？那喵，哪去遐久？还无带好袂？好啊，带好啊，前辈。哦，那喵，请问这位是啥？伊是王宫的画师，而且伊的作品则受到大家的欢迎。前辈，这位是阿弟，是讲有邀请来的小说家。前辈你好，请多多指教。阿弟你好，别遐紧张，叫我伊拉就好啊。前辈，拄则那喵带阿弟参观王国，所以较晚回来。请问一下，迄个互报刊的是啥物物件？迄个是，这是秘密咯，伫做好进前袂当公布。原来如鸟哦，那你就无法度啊。哦，阿弟也毋捌看过国王吼，我带你去拜见国王。多谢，那呢就麻烦伊啦。阿弟，行过这个门，就会当看到国王啊。紧入去啦！是安怎我感觉喵王国都无爱开电话呢？那喵，伊拉，还佫会行偌久哈？那喵，伊拉，我根本是行唔着路啊！那喵，伊拉，小等下，大弟啦！这么简单，就来到喵王国诶！今仔日若无准时到位，国王伊一定会感觉我是无想要这份工课才无来的啊！是安怎阿弟这么多工也未出现？敢是甲我这个国王当作是念头？不是安尼啦，国王！
欢迎阿弟加入喵的新闻。歹势啦，阿弟，因为听讲有新人要来，所以无论安怎，大家拢想要甲你办欢迎宴会。阿弟的欢迎宴会，无毋对，这是为着专工来的阿弟特别办的宴会。我是九总，12万分感谢阿弟愿意接受我的邀请来喵王国做工课。为即马开始，我宣布阿弟正做喵王国的御用书记官。是，我非常欢喜接受这份职务。就安尼，我就伫咧喵王国做工课啊！喵。